各位乡亲咱会当看见讲，其实啦，伫这个永春的这个温馨内面，真侪和咱泰斗嘛非常的接近一个手法，一个骹尾，一个发展其实拢有强就是这个男少年的这个我这个精神这永春的画家过来冰英咱杨正清杨先生的冰英来咱这人大都的这个。